台湾今年一届冬季游行伫10月2号要举办，今年的主题是超连结下过标签理解差异。主办单位讲，今年拢总有26台火车，81个单位，而且有搁再邀请日本、韩国的冬季团体来参与，伊个人数会比去年搁较侪、搁较热烈。伫电子火车顶，热情和大家拍招呼，各18万人做伙提布条，支持多元性别族群。这是去年第22届的台湾冬季游行。今年的游行会伫咧10月2号举办，拢总有26台的火车，110个单位，各有15间性别优先饭店加入在内。因为这段时间拄着连假，主办单位预估人数会比去年更较侪。我们就来邀请仪龙来为我们先撕开第一张。主办单位也邀请歌手戴基龙来做今年的活动大赛，并且甲今年的主题合作超连结，希望网络顶会当加一寡对冬季友善的言论。那我们也希望强调超连结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我们希望不要只是停留在点击、按赞或者是标签，而是去真正的去理解大家的差异。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，但年的冬季大游行也已经是亚洲出名的活动，就亲像嘉年华会同款。今年日本、韩国的冬季团体也拢会来参加，不过民团就认为伫咧校园内对多元性别也是无够优先。同婚通过5年了吼，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说，其实。虽然整个台湾社会有一些明显进步的一些社会政策，但是在校园里面的这个进展，好像真的是有点微幅而已，蛮多其实是有点停滞。台湾冬季协会调查也发现，有4成8冬季学生唔敢去上游泳课，有5成学生唔敢伫学校去便所，而且有6成学生捌因为气质表现受到同学的攻击。伫老师无支持、无替因讲话状况之下，有6成学生出现郁卒、无想要去学校的情形。教育部回应，已经对110年开始推动优先的宿舍和性别优先便所，并且也有甲教职人员的性别平等教育加入去补助和审查的机制，希望透过经费的补助来鼓励学校落实性别优先的校园环境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